对今仔开始，民众的电话若接到显示这8869开头的电话号码，会先听到一段警示的声音，要提醒民众就要注意诈骗。不过，这项服务目前只有市内电话，手机啊就要等到10月底才会提出防诈骗的办法。电话响啊，那民众接起来的电话，头起先的号码是+8869，会先听到一段警示声音，才会接通。这通是国际电话，爱细腻哦，唔通去用骗去。NCC 为5月开始，针对头起先号码是+886098，唔是四项号码的国际电话进行主动防诈骗。目前已经主动98%，但是头起先的号码是+8869的国际电话，正常电话是占7%，可能是诈骗的占3%。所以先用语音警示提醒民众。至少有前面已经说了，说这个是可能是要小心，要是诈骗，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帮助。没有什么效果。会变的，就是会被骗啊。但是目前只有中华电信的市话才有这段警示声音，其他的电信业者甲手机的部分，也阁需要一寡时间。手机这部分要等到10月底左右，到10月底，无经移动电话的业者，我会提供这个服务。如果手机跟市话都有的话，会比较好。对，因为现在蛮多诈骗是直接打手机。NCC 表示，现主时也等咧参电信业者研究技术，希望通自动分辨每一通+8869的国际电话是一般民众也是诈骗，望加强防诈骗的效果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